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出席“一带一路”峰会期间，向中国当局提到了东突厥斯坦维吾尔族及其他穆斯林面临的困境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上周出席由中国举行的第2届“一带一路”论坛，也在访中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跟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晤。合国发言人舍加里克说，秘书长在与中国政府高层会面时，谈到了所有与中国相关的问题，其中也包括新疆议题。秘书长向中国高层表示，他全力支持联合国人权事务主任巴切莱特所建议的措施。自2017年以来失踪的40名维吾尔族妇女，最近从中国所谓的技能培训中心获释。据欧亚新闻报道，这些妇女的巴基斯坦丈夫说，他们的妻子被迫在监狱里吃猪肉和喝酒。他们说，他们的妻子在他们的监狱里完全被改变了。他们被迫放弃伊斯兰教的信仰和习俗。虽然这些妇女已经回到巴基斯坦的家中，但他们的丈夫却抱怨中国政权改变了他们的妻子。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、美国承认的临时总统瓜伊多呼吁群众与军队起义推翻马杜罗。战机在加拉贾斯和总统府的低空飞行，士兵们开始关闭战略要点。委内瑞拉通行部证实，这是一次正面企图。委内瑞拉国民议会议长瓜伊多说，这个国家的24个州的人民走上街头，这是一条不可逆转的道路。未来是我们的，人民和武装力量在一起阻止政府敲诈勒索。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社交网页表示，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局势。美国与委内瑞拉人民和他们的自由站在一起。瑞士总统出席“一带一路”峰会，引起德语媒体的关注。瑞士联邦总统武利毛勒在为期1周的赴华国事访问即将收尾时，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正式双边会晤。中国与瑞士将正式签署“一带一路”谅解备忘录，以加强两国在“一带一路”沿线第三方市场的贸易、投资和融资合作。南德意志报以新丝绸之路上的瑞士为题，报道了瑞士同中国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关系。挽救儿童组织表示，在也门自年初以来，至少有10万名15岁以下的儿童溺死霍乱病例。根据本组织的声明，1月1日至4月19日期间，共发现了23万6千例病例，其中10.5万384例是15岁以下的儿童。这些数据表明，45%的病例由儿童组成。同样，这些数字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9倍。